如果你係驚呢門跛腳嘅話，入唔到 U 咧，可以嚟補下，因為1升3係真係幾好嘅幫助喺呢度。我係 Eunice，我今年喺 DSE 度攞到1升3嘅成績。我覺得開頭補嘅時候會有少少搶，有啲跟唔到，但係後尾補咗1-2期之後就習慣咗。同埋我覺得Paper 3係幫到我啦，因為呢實力我本身係好弱嘅，就係 Level 1甚至係 U 啦。咁同埋佢就幫我做咗一個有系統咁樣揾 point 嘅方法，咁令到我可以有系統咁樣組織晒所有 point 咁樣寫落去。Writing， 因為我本身 Writing keep 住咗喺 Level 3，咁 Level 2、Level 3咁上下啦，但係就一直都上唔到去。咁就課堂上面就會好多 vocab 俾我背啦，同埋好多靚字靚句俾我跟住寫落去。咁就同埋開頭同結尾都會有個 pattern 係點樣寫啦，咁就會令到我可以將篇文升華咗上去，咁就可以攞到高分 U。如果你係驚呢門跛腳嘅話，入唔到 U 咧，可以嚟補下，因為1升3係真係幾好嘅幫助喺呢度。